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考下你哋先，奧運會係幾多年舉行一次嘅呢？冇錯啦，就係4年一屆啦。今次故事嘅奧運會唔單止人類參加，連動物都加入競賽噃。一齊睇睇現場嘅盛況啦！動物奧運會，作者文中芬，繪者林于傑。聖誕節 is around the corner， 當然唔少得為屋企添置一棵聖誕樹啦。聖誕節繪本線上工作坊為大人小朋友展開聖誕手作舞台，齊齊聽小寶姐姐講聖誕故事，了解聖誕嘅起源，同埋跟住 Ray 哥哥 DIY 專屬自己嘅聖誕樹。快啲點擊呢個 QR Code 參與其中，齊齊玩住倒數佳節啦！某一年嘅夏天，人類聚集一齊討論奧運會。奧運會呢，向來都係全世界人類一齊參加嘅運動競賽。正當人類要向全世界發放奧運邀請函嘅時候，突然有隻雀仔飛過嚟，擔走咗封邀請函喎。幾日之後，動物王國收到邀請函啦。原來小鳥將邀請函送到嚟呢度，動物就開始討論要唔要參加今次嘅奧運會啦。動物最後一致通過要參加今次嘅奧運會。幾日之後，佢哋終於嚟到今次舉辦奧運會嘅國家啦。啊，點解連動物都參加嘅？人類雖然覺得好驚訝，不過呢都係決定同動物一齊參加今次奧運比賽。但係俾動物住嘅地方同埋食嘅嘢，似乎就唔太適合啦。於是人類加緊準備適合動物嘅房間同埋食物，例如大笨象嘅房間就添置咗柔軟嘅乾草，長頸鹿房間嘅天花板呢就特別高嘅。人類又為熊貓特別準備咗啲新鮮嘅竹葉，等佢食飽飽。海象間房多咗個水池喎，咁佢就可以喺房度浸水啦。開幕典禮開始啦，動物就好似其他國家嘅選手一樣，跟隨住音樂進場。人類第一次見到奧運會上面有動物選手，個個都好驚訝，望到班動物實一實咁，而動物呢就非常之享受成個典禮啦。好啦，運動競賽正式開始。只不過呢，啱啱開始就狀況連連喎。等我哋睇下先。喺跳遠場上，鵜鶘選手竟然張開翅膀，一下子就飛到好遠。拳擊場上，袋鼠選手手腳並用噃。跨欄比賽嘅時候，犀牛選手直接撞爛啲欄杆，衝咗出去啊！射擊比賽嘅時候，大象選手用佢嘅象鼻捲住支槍，一直射中紅心。其他選手非常之不滿啊！跳水比賽嘅時候，河馬選手用力一跳，哎呀！觀眾要即刻攞雨遮出嚟擋住啲水花啊！游水比賽嘅時候，身形龐大嘅海象選手，佢個水道要加闊再加闊啊！為咗參加划船比賽，河狸自己做咗隻船。各位觀眾，呢個時候水上芭蕾比賽出現咗驚奇嘅畫面啊！8隻海豚同時騰空跳起，表現出比其他選手更高超嘅技巧。其餘參賽嘅動物選手而家就變得更有信心啦，個個都充分表現自己嘅本領。佢哋表現輕鬆，表現優雅，表現敏捷，表現出十足嘅力氣，有啲仲好似風一樣咁快。只不過都會有失誤嘅時候嘅，亦都會有跌到成面灰嘅時候。
有時候雖然好努力，但係得唔到最好嘅成績。比如說參加划船比賽嘅時候，河狸隊係最後先至到達終點噶。雖然係咁，但係動物都唔願意放棄，連人類都為佢哋加油啊！好啦，比賽正式結束，而家咧喺度頒發緊第1、2、3名嘅獎牌。參加體操比賽嘅無尾熊選手得到咗銅牌，恭喜晒！其他動物就好似自己得獎一樣咁開心喎。當然，佢哋冇忘記恭賀金牌同埋銀牌嘅人類選手啦。去到夜晚，亦都到咗奧運嘅閉幕典禮啦。動物同埋人類選手打成一片，非常之熱鬧。大家互相恭賀，互相慶祝。你哋睇，天上嘅煙花幾靚。去到第2日，天朗氣清，正係動物要返屋企嘅時候啦。呢一次嘅奧運會，對於人類同埋動物嚟講，都係特別難忘、特別有意義嘅。佢哋仲互相約定，要喺下一次奧運會度再一齊比賽，互相切磋咁話。小朋友中唔中意呢個故事呢？歡迎俾個 like 我哋喎，記得訂閱頻道同埋開埋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有聲書啦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